標題：卡利，黑幕舞台的詛咒獨白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一章：提詞器的血脈。卡利的指尖劃過泛黃的羊皮劇本，第5幕的台詞被篡改成深淵符文。這是他飾演暗夜女王的第3000場公演。倫敦西區的穹頂劇院永遠座無虛席，活人與亡魂在包廂交錯，吸血鬼貴族與蒸汽龐克技工共用櫻桃木座椅。每當他詠唱劇毒蔓延的咒文，舞台機關便噴出混雜玫瑰與腐肉氣味的紫霧，觀眾席的紳士淑女們在咳嗽中吐出黑蛾。你的詛咒台詞走音了。經紀人洛克從鏡中浮現，他的懷錶滴落水銀，在化妝台刻出倒數計時。卡利知道，當錶針歸零，自己將如歷代主演般被舞台吞噬。30年前的首演之夜，真正的暗夜女王將靈魂賣給劇本，從此每位飾演者都會在謝幕時被角色反噬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二章：第20面鏡子。卡利的梳妝間藏着劇院最大的秘密——濕鳩面全身鏡，每面映照着前任主演的死亡瞬間。第7任暗夜女王艾琳的鏡中，她正被道具劍貫穿喉嚨，鮮血在鏡面形成樂譜。第11任的鏡框鑲滿觀眾牙齒，每顆牙都刻着劇評家的惡毒讒言。最新那面鏡只仍空白，等待卡利的終幕。當他發動蝙蝠特集排練時，召喚的蝙蝠群撞碎所有鏡面。玻璃碎片中，3000個卡利同時開口，逃不掉的，你早就是劇本的字句。洛克的水銀懷錶在此刻停擺，卡利聽見觀眾席傳來妹妹莉莉安的啜泣，那個因他拒演童話劇而被除名的巴雷玲娜，正用殘疾的腳尖在包廂刻畫復仇咒文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3章：第3幕的叛逃者。公演當夜，卡利吞下所有提詞卡，紫霧劇毒蔓延失控暴走，化為具象化的台詞。墮落二字纏住首席小提琴手的脖頸，禁忌一詞鑽入投資人的金庫，整段愛之獨白在樂池燃起蒼藍鬼火。他撕破戲服露出機械脊椎，那是洛克植入的角色維生系統，每根電纜都連接着觀眾的期待值。當蝙蝠特集的群蝠啃斷電纜，卡利第一次在台上即興演出。這不是詛咒，是你們餵養的慾望。他將麥克風擲向樂池，音符與齒輪碎片潛入觀眾席。投資人咳出齒輪，貴婦的眼窩爬出管風琴簧片，而莉莉安在包廂起舞，殘缺的腳尖點燃了防火幕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4章：終幕的觀測者。大火吞噬穹頂劇院時，卡利在灰燼中找到真正的劇本。羊皮紙的空白處浮現血字，所有演員都是提線人偶，唯有燒毀舞台者能成為新劇作家。他將燃燒的劇本擲向空中，深淵衝擊大招改寫為創世咒文，蝙蝠群叼着火舌飛向全城劇院，每個舞台都投影出卡利的終幕獨白。從今起，每句台詞都是即興，每道追光都是自由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終章：永續公演的詛咒。10年後，洛托演員在二手書店找到殘破的暗夜女王劇本。翻至末頁時，泛黃紙張突然滲出紫霧。飾演女王的演員會獲得卡利的機械脊椎。每場演出皆真實死亡一名觀眾。謝幕掌聲將轉化為新劇場的建築藍圖。當最後一家劇院竣工，有人目擊卡利在霓虹燈下販售自由戲票。他的眼妝流淌水銀，謝幕詞隨機切換3000種語言。現在，你們都是主角，也是彼此的詛咒。